10月4號即係中秋節嘅前2日，我哋就舉辦咗叫做情繫清心迎中秋嘅晚會，同深井青龍頭嘅街坊一齊迎接中秋。我哋當晚嘅節目都好豐富㗎，有11個遊戲攤位、面部彩繪、猜燈謎、燈籠打卡點同大抽獎，仲有好精彩嘅音樂同埋舞蹈表演添啊！而家就用90秒帶大家繞場一周，回顧一下當晚有幾咁熱鬧啦！出發！係咪好開心、好熱鬧呢？都算幾成功啊！嗬，其實我哋團隊要籌備呢個規模嘅活動，都真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㗎。全賴我哋每一個嘅夥伴，講緊嘅就係一眾參與嘅街坊同埋合作嘅機構團體，集合咗社區嘅力量，先可以造就到呢個凝聚深井青龍頭街坊同埋展現社區參與嘅機會。我哋一齊睇下活動前嗰2個月，大家係點樣馬不停蹄咁去做各種嘅準備功夫啦。中秋晚會又點少得大量嘅燈籠呢？首先有嚟自深井小童群益會嘅青少年義工，佢哋走入社區舉辦街站，教街坊同小朋友製作環保燈籠。另外，我哋自己都同好多街坊一齊製作燈籠，當中包括小朋友、長者同埋婦女們，你睇下佢哋整嘅燈籠係咪好靚、好有個人特色呢？而圓玄學院長者中心就有20個會員畫咗啲好靚嘅燈籠。明光小學嘅139個同學仔都有參與其中㗎，佢哋每人都整咗一個燈籠。男士們就幫手組裝同檢查燈籠架，咁我哋晚會就可以掛起所有嘅燈籠啦。同一時間呢，我哋啲小組已經密鑼緊鼓咁準備緊佢哋嘅攤位啦。佢哋親自構思攤位遊戲，訂立遊戲規則，甚至製作自家嘅遊戲道具。絕大部分嘅街坊都係第一次主持攤位咋，係咪好值得欣賞呢？令人感動嘅係，當啲街坊知道我哋需要大量嘅氣球去砌個氣球拱門嘅時候，大家仲自發嚟幫手添。最後衝刺啦！2個小司儀都要做最後嘅彩排，街坊亦都再一次檢查佢哋嘅遊戲道具。終於嚟到中秋晚會嘅日子啦！20幾個街坊呢，中午時間就已經嚟到明愛中心集合，開始準備。大家係咪覺得佢哋好快手呢？因為我用咗快鏡啊嘛。大家分工合作，將啲物資由中心逐一運送到深井天主教小學。晚會用到嘅物資真係多不勝數啊！即使有20幾人，
都行咗2、3次先搬得晒啊！佢哋一去到場地就已經各就各位，各司其職。雖然呢20幾個街坊本身未必認識大家，但係佢哋嘅合作又顯得好有默契，主動咁樣去互相補位。佢哋只係用咗2個鐘頭就接近佈置好成個場地啦。係咪好靚呢？呢個就係用靈光同學仔嘅燈籠砌成嘅打卡點啦。最終我哋嘅晚會亦都好順利咁樣進行，近400個街坊喺非常開心熱鬧嘅氣氛之下，一齊迎接中秋佳節。不過大家又估唔估到，今次我哋團隊最自豪嘅地方係咩啊？就係前前後後有超過100個街坊參與過唔同嘅籌備工作，或者活動當日嘅一啲崗位。我哋好切身咁樣感受到社區嘅力量，正正係呢啲嘅參與先可以成就咁多嘅可能。唔知大家喺條影片入邊又感唔感受到啲街坊付出咗幾多呢？希望社區入邊會越嚟越多呢啲嘅參與，亦都希望畫面上開心嘅面孔可以為努力付出嘅街坊帶嚟鼓舞，繼續參與社區。喂喂喂，你哋又走晒嚟中心做咩啊？仲要排晒凳咁，唔通有嘢睇？冇錯係啊，係真係有嘢睇啊！呢一晚其實係中秋晚會嘅慶功宴，亦都係呢段影片嘅優先場啊！一班街坊梗係好想睇翻自己有份演出嘅片段啦。你望下佢哋睇得幾入神，由咁多街坊一齊努力去完成一件事，的確係好值得慶祝一下。所以我哋再次集合大家一齊慶功，自己嘅慶功宴自己搞。佢哋晏晝就嚟到中心嘅天台佈置場地，等大家夜晚可以喺巨型嘅 banner 面前影大合照啊！街坊對食都好有要求㗎，而最好味嘅當然係大家親手整嘅美食啦，因為加咗人情味啊嘛。睇下啲街坊已經迫不及待想快啲試到大家嘅手勢啦！除咗同大家好好慶祝之外，我哋都好想呢一班熱愛社區嘅街坊可以互相認識，並透過慶功宴同埋呢段影片，
讓佢哋互相欣賞大家嘅參與。希望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齊喺社區創造更多美好嘅回憶。係啦，好，準備，3、2、1。